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我若认真读册，一定会当考全班第一名。但是我无法当认真。我若坐着会当坐啊转的椅啊。现实中甲人辩论3分钟，啊，凊彩啦，你欢喜就好啦。伫网络甲人辩论一天，我会用你扛你这几工哦。使用手机侵犯到别人就有罪。那我到底哪里侵犯到？你离我的头那么近，你的电磁波侵犯到我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这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刷订来看。留伫 Camber 明白暗时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廉价后的老师，好，恁连续歇过来咧叫爽哦，来观课。有没有要买东西？有没有买东西？没有哦，走喽。